Ready, fight！ 隻手係咁樣嘅，你見我成板，佢個板完全部就兜入去，隻手係就咁樣兜咗，即係令到隻手變翻直，你可以即係如果你就慣咗呢個先，當你做慣咗呢個咁樣之後咧，其實之後咧，跟住另一個層面咧，到你落一上，你就兜一下。咁先啦。習慣咯。即係呢啲一去。我明啊，係啦，你知你首先習慣咗咁樣夾先。當你咁樣習慣夾佢之後咧，到你一落，好，你就可以，你就習慣，你就可以兜到翻正確嘅位置上落。其實係咁樣嘅，主要你夾多啲咁樣，夾多到你好吧？夾多到。夾到係啊，需要。跟住就咁啦，同埋就有少少少得打油咁樣，隻手咁就唔好咁樣，因為呢個你不受控制，你越咁樣唔係啊，你咁樣咧其實咁樣殺到自己。啲有陣時揸刀斬一隻手咧，係啦，咁你就冇咁容易接棍就冇打到你。因為呢支如果你咁樣不停隻手咧，你咁樣咧，佢呢個位不受控制，佢就呢度打自己。所以一定係要咁樣食，好似10間咁樣打10字交叉，咁至咁見到自己。同埋你個距離頭先喺度，即使你見到自己都一定要向後距離好細。我打下。同埋呢個因為就打多下，攞嚟攞係啊，概念。所以即係佢知道我先至有翻。不過我呢個就唔係使用嘅，因為呢個係攞嚟學嘅。